成日同班行家講一句話：賭局無必勝，長賭必輸。開賭場感慨，從嚟不驚你贏，最驚你唔再嚟。我做咗幾十年莊家，由荷官做起，一路做到坐鎮貴賓廳，見過咁世面，3日3夜都講唔完。我開門見山同你講一句真話，百家樂係一刀封喉咁快，都一鋪清袋，大家心中有數，輸就輸得爽快。但骨牌九先至係最陰險、最慢性優、劇毒。呢隻遊戲表面上睇落斯文，節奏慢，俾你有時間諗。有你以為自己分牌靠技術，自己識排策就叻過人。其實每一步你都行好出。我哋最近設計好咁圈套，你行每一個棋前來都我哋預先畫好咁界線入面。你以為自己揸活躍，原來你咁每一個選擇，聰明人得計算過，有數計劃。我要和你講講一個真人真事，呢個古仔我壓喺心度幾十年啦。今天是第一次和你講講上世紀70年代，我做緊莊家嗰陣，有個炒地皮係家咁富豪帶住500萬現金，優先入我間貴賓廳。嗰個年代500萬現金係咩概念？自己諗深一層就知。嗰陣底層樓都未必要幾多錢，500萬足夠買起條街，就知道係嗰種身家破產慣咗發號司令感人。佢話好玩百家樂，話百家樂冇技術，完全靠運氣，睇唔上渠骨。排九要玩咁，係自己識計數，自己識拆牌。佢話自己研究咗排九規則好耐，仲話自己請人研究賠率同機率，對呢隻遊戲有絕對感慨信心。佢仲要求輪流做莊，呢點我今年心裏已經覺得唔對路。一個玩開百家樂咁人，突然話要打牌，九仲即刻要求做莊，呢種轉變太快太急了，唔似一個純粹想娛樂咁人應該有感慨態度。但按照規矩和呢個渠係咁正義，我哋唔可以拒絕。佢仲同我講，佢已經研究到法規裏面有一條叫食夾痛感漏洞，詞會反過嚟用呢條規矩咬翻賭場一鑊。佢仲拍晒心口，一定要贏翻成間總裁廳咁風光。佢嗰種自信，而家諗翻起，我都覺得得心。今日佢完全唔知道自己以為因為揸緊咁武器，其實係一把指翻轉頭咁刀。我去年冇多講，只係叫荷官開台，又得佢玩呢種客人。我見了離婚，越係自信滿滿，越係話自己研究規則過，越容易得徹底。因為佢哋唔係輸喺技術，而係喺自己嗰份唔知天高地厚咁傲氣。結果你哋唔知短短45分鐘，500萬現金和1毫都無低剩。佢冇資被出千，我哋間貴賓廳幾十年都靠信譽做生意，絕對唔會做呢啲手腳，亦都唔需要做。法規本身已經夠殺人啦，佢純粹係中咗我哋當年寫入法規入面一個陣陣村莊本死穴。呢個死穴暗藏喺牌章入面，而係暗藏喺一條你根本唔會關注關切法律條文入面，連自己情感智囊都渠冇一個睇。45分鐘500萬輸到無褲浪，呢個係咩嚟？吹自以為叻食夾棍反噬計劃，點會變成佢自己感命符？留低睇落去。我會頒獎同你哋逐格拆解呢個局，等你哋睇清楚一個自以為識感人係點樣一步一步入親手畫咁
咁墳墓，翻身咁都冇。喺我呢個頻道，我永遠唔會教你點樣贏錢，因為自稱教你贏錢咁，一定係呃你呢個世界。冇賭局，莊家會蝕本開台，亦都冇一種必勝法可以長期打贏一個由同法規製作嘅AI系統。但我會做咗一世數學家，睇住莊多人咁雨水秘密不保留，講晒一個出嚟。我做莊家嗰陣，見過起樓咁老闆，見過打工仔攞埋成筆退休金，見過阿婆賣咗層樓，最後全部行同一條路。我今天轉咗行，不想再見到有人重複呢啲悲劇。撳低訂閱掣，開埋小鈴鐺，呢個是你對抗賭場最便宜、最有效嘅咁一條保命符。訂閱我與你一齊守住你敢血汗。好，而我哋正式進入正題講，第一個真相掌控，感慨幻覺。很多人玩牌九，覺得自己好叻，識拆牌，識砌牌型，自己揸緊主動權。你哋每次坐低對住4張牌，心入面第一個諗法一定係點樣配搭先至最有利。係咪要留大牌喺後線？係咪搏一搏前線咁組合？呢種思考過程俾你一種強烈感慨參與感，好似自己真係喺度用腦用技術嚟決勝負。謝家同你講句老實話，4張牌擺嚟擺去，永遠只有彩虹配法。你自己諗深一層，得彩虹配法。你有幾多得意嘢好變？又係自己識收拾、識裝備、識靈活變通。其實你只係喺3個框框入面揀一個框框跳入去，真正決定你死活感嘆嘢係你嗰步，而係一樣叫莊家道咁嘢。莊家道係我哋班精師算坐低用數學一條一條識嘅出嚟咁。期望值天花板，天花板係經過無數次驗算反覆調整，確保場嚟講，賭場永遠企喺贏面感慨一方。我哋今年計呢條莊家道1日2日咁事，而係用咗成幾班人計咗1個月，反覆試反覆改，先至定出一套可以確保長期贏面咁配牌邏輯。你以為自己拆牌拆得靚，砌牌型砌得巧，其實只要你咁拆法代替咗家道喺上，你只加速自己送錢入賭場荷包，自己識變通。其實你每一次自把自為，希望值跌得更快，你裝越自信，你個數學錢包就得越快。講到這度，提一個牌型叫至尊寶配搭，係丁3配2 4。單獨嚟睇，丁3係最細個，對得3點，2 4合埋係6點，和2張牌，單睇都係細牌。喺一般人心目中，呢啲就係垃圾牌，根本冇資格上台鬥大。但呢2張合埋一齊，喺骨牌牌9入面，竟然係最大感嘆牌型，大過晒其他任何組合，連最威風感嘆天牌地上都要比撕佢一截地。知唔知我哋做義莊咁？你呢隻牌型，因為佢俾玩家有一種強烈感，咁暗示叫以小博大。玩家看到自己手上2隻睇落好細咁牌，和竟然可以合成全場最大咁牌型，個心即刻興奮起嚟，覺得自己隨時執着到寶，隨時全局逆轉。6合彩嗰種心態一模一樣。你明明機率極低，但你個心就係唔捨得放棄嗰種可能性。但你自己諗深層次，呢種牌型出現咁，機率低到你想象唔到，幾乎不可能見到一鋪。我哋利用咁，正正係呢種以小博大咁刺激感，
桌面不斷引誘你追落追多鋪，追多一鋪，你心入面總係諗住可能下一鋪就去，係我執着到嗰隻至尊寶，結果一直追到你走數，追到你揼心，追到你張台都企唔起身。呢心理種陷阱，我做咗幾十年，莊家睇得太多，有啲客明明本金已經蝕咗七八八，佢仲係唔肯走，因為佢心入面總係諗住自己識插牌，自己有技術，只要再俾多幾鋪機會，一定可以翻本。你以為自己識算，識睇牌型，其實你只是係俾自己嘅一種掌控感慨、幻覺蒙蔽咗雙眼，睇唔清背後嗰條由我哋一手設計咁數學搞索。你越覺得自己有得揀，你其實越冇得揀。講到這裡，我想聽下你哋感慨先。平時玩牌九係自己拆牌，定係叫荷官莊家道嚟配牌留言？我知，我幫你睇下。你係提前話中咗招講授特權呢？是和呢一部分我要跟你講清講楚，唔係我哋出千，係我哋合法。呢一句你哋記要實，因為呢個先至係最恐怖感慨地方，直暗地裏做手腳，而係光明正大寫喺法律入面，你連投訴感慨地方都冇。去年我哋競投到賭牌之後，政府法律專家一齊坐低，逐條將九感驗證規則寫入法規入面。呢個過程我親自參與，每一字每一項條款字和都係我哋一手一腳砌出嚟，傾咗成幾個月，反重疊修改，務求每一條規矩都企喺對賭場最有利嘅一邊。喺呢過程入面，我哋合法咁留低咗殺手條款。呢兩個條款幾十年嚟，唔知搞到幾萬人傾家蕩產，連佢哋自己都唔知自己死喺邊度。叫食甲棍同點同牌，莊家全收。你自己諗深一層，即係話就算你運氣好到咁盡，莊家砌出一模一樣嘅悲傷牌，一模一樣嘅悲傷分數，你依然要輸。呢一條喺任何一種常規邏輯度都講好，通打成平手，你應唔輸唔贏先啱。但喺牌九感世界入面，呢個常識完全不適用。你嗰種同莊家打成平，手感十足心理，喺呢條規矩面前一文不值。你以為打和已經係萬幸，原來喺牌九感世界入面，同莊家打和即係你輸，我提回上陣。講錦樂嗰個富豪謝渠，今年就以為自己識用食甲棍呢條規矩，反過嚟咬賭場。一鑊渠諗咁係佢輪流做莊我一樣可以用食甲全收閒家啲注碼，和佢個計劃表面上睇好精渠，覺得只要輪到自己做莊渠，就變成要特權，嗰一方同點同牌可以全收。呢個就係佢入到嚟嗰陣咁自信理由，佢諗得好精，但佢漏咗一樣嘢。呢個我第四部分先同你哋逐格拆解。而家你先記住呢條規矩咁威力有幾大。第二條叫前線密十，又叫前線零點莊家通殺牌。九入面前線一張牌加埋錢和，如果啱啱好係10點或者20點，即係食硬物，10莊家直接判贏，唔使俾單牌大小。你哋諗深一層，呢條規矩幾陰毒嘢。為咗保留後線大牌，經常主動將前線配成密十，以為咁樣可以顧全大局，將靚牌留回落後線去搏勝負。結果呢一步直接賭死咗玩家唯一咁國防生路，
你越想穩定嗰陣，你越快行入死局；你越想保住後手，你前手就死得越快。放棄特權唔係出千，係合法，合法先至最恐怖。合法即係話你冇得申訴，合法即係話你輸極都係應份，你邊度投訴都冇用，因為條例白紙黑字寫喺嗰度。講到這裡，我想問你哋一句：大家以前有冇試過因為食夾棍嘢或者前線密實俾人收晒啲籌碼？你當時係咪覺得好冤枉、好欠氣？留言區同我講返你最揼心嗰一次經歷。講完血為贈，我而家講第二個真相，一個慢性一傷心絞肉機。呢真相臨食夾棍同前線密實仲要陰毒穿前面，因為多餘規矩，起碼你輸得快，輸得明白。但呢個真相是你完全冇感覺，是你以為自己仲玩得早去，其實嗰個袋已經咗個底啦。牌九呢隻遊戲平局概率高到41%，你哋諗深一層呢，數字有幾個恐怖，即係話幾乎每2鋪都有一鋪打和。呢個高平局率俾咗玩家有預感、錯感慨、安全感，你又贏得又冇損失，和你個心自然放鬆落嚟，得來唔捨得走。你會覺得自己足一個晚上都冇乜損失，感覺良好。但你自己諗深一層，種安全感正係我哋要你上吊感如意。呢個高平局啦，你留喺賭桌面越坐越耐，越坐越唔想走。咁本金好，冇乜似喐動，你就會產生一個錯覺，覺得自己識玩，識控制風險。每次你贏牌和賭場實例基礎1/4枕抽水，你可能會覺得4%好少，算咩？咁我而家同你計條數，高頻更配上4%咁抽水，喺複利效應底下，就好似一台無形咁抽血機，喺你根本察覺唔到咁情況底下，3鐘頭之內靜靜地把你感嘆本金蠶食到乾乾淨淨，輸咗一大半。你以為自己坐3個鐘頭都仲得玩，其實你咁本金早已經喺抽水入面，俾我哋一啖一啖咬到冇晒。呢種抽水機制唔會俾你一鋪清袋咁劇痛，佢俾你咁係一種溫水煮冧咁麻痹，和你完全感受唔到危機，直到你伸手入袋先發現裡面已經冇晒錢啦。呢種失血唔係一鋪清袋，咁乾脆係慢性，係你完全冇感覺，你仲以為自己撐得住，其實你個袋早已經穿咗個底啦。我做咗幾十年，莊家見過太多客人坐足成晚，隻烈和贏極都係贏得唔多輸極，又話自己冇輸幾多，但一結算先發現自己已經蝕入厲害啦。呢一種慢性失血先至係最多人中招咁陷阱，佢冇即時感痛楚，冇即時感警號，你根本不知會察覺自己正面臨危險。你覺得玩牌9本金可以撐得耐啲，定係玩百家樂輸得快啲嗎？留言區話我知，我會獨家逐個回覆你哋，且和。而我終於可以和你一齊解開開頭嗰個謎題，嗰個70年代富豪45分鐘輸光500萬，感嘆真正嘅死穴渠。當年以為做到莊就可以享受食夾棍嗰種特權同點同牌，全收閒家。佢諗得好精，佢覺得自己揸住呢條規矩，就相當於揸住必勝咁武器。只要自己做莊，就已經企喺贏面嗰一方面，但佢漏咗一樣最命感嘢。
法規入面寫得清清楚楚，要莊本，莊家每一局敢贏輸筆可以超過佢。擺喺台面嗰筆本金，你自己諗深一層，呢條規矩對富豪嚟講係一個天大豪陷阱。佢自以為揸住㗎，抽咗實桶，實際上係一個限制住佢自己咁牢籠。賭場咁資金係無限，富豪咁資金再多都係有限。佢一個人做莊，對住成台閒家，對方人多，注碼夾埋起上嚟，1分鐘就過咗佢自己敢莊本上限。至嗰個時候，大數法則就開始發揮佢最殘忍嗰一面。你玩得局數越多，長長的感嘆對這接近乾係，但短暫嘅入面和劇烈嘅波動隨時發生。呢個就係大數法則最容易被人忽視嘅感嘆一下。好多人以為自己只要撐耐啲就一定會返魂到乾係二，但佢哋唔喺翻知道乾係之前，自己隨時已經爆咗倉啦。就喺嗰45分鐘入面，富豪連續遇到2局黑隻，即係連輸2鋪大注，佢有限咁本金直接爆倉清盤。爆倉呢2個字，你哋要記實爆倉，即係話你咁本金一鋪清袋，你連翻本個機會都冇埋，遊戲對你嚟講已經正式結束。無論以後你感慨運氣有幾好，你都冇資格再上台場。呢一邊由頭到尾1分錢本金都唔使出，只是企喺一旁穩定陣陣咁抽緊4%咁佣金。富豪同閒家鬥咁係本金厚度，隻佢一個人咁厚度點同？得成台人夾咁厚度比，以為自己揸住必勝咁武器，其實嗰件武器咁刀鋒一早子已經返還轉頭，指住自己佢個心口。45分鐘500萬，一個炒地皮起家咁富豪就係咁樣仆街收場。佢冇被出千，死於自己過分自負，死於一乞條佢冇睇通感慨法規。呢個古仔我幾十年嚟講過好多次，每次講完都提醒自己同其他人再叻。咁人一旦以為自己揸住必住武器，就已經行進危險嘅第一步啦。我而家問翻你哋一句，如果你手頭有100萬，咁提上台做莊，對抗成台蝦人加寫低，你感嘆理由等我話你知，你會點樣死法？講完利比亞，我要警告你哋一樣更加陰毒咁嘢。司局喺正規監管外部，民間司局排9係老千專業，有錢唔禁商屠場，合法賭場咁陷阱，寫喺法規度。你輸得明白，但司局唔同，司局冇任何監管，冇任何規矩可言。你踏入去咁嗰一刻，已經成為係任人宰割。呢啲司局入面，老千用指甲喺牌背上畫出極有感痕，用或者特製化學藥水標記文牌同冇牌。呢種標記肉眼完全睇唔出字。或老千戴住特製隱形眼鏡，一眼就睇穿晒你手上啲牌。你以為自己感慨牌型天衣牌無縫，其實對方一早已經知道你手上有咩。仲有人喺洗馬牌嗰陣暗度陳倉，將大細條牌換位置。你冇發覺一切都喺你眼皮底下發生，靜和。但你完全咁眼力根本追唔上老千，訓練咗多年咁唔，仲有用磁鐵篩子，表面睇落同普通篩子一模一樣，實際上老千可以操縱器出嚟咁分數，精準派大牌俾自己人連開一場。呢個討好公平階段都已經俾人做咗手腳，你一進入呢啲司局，就已經冇任何翻身機會，必死無疑。
我做咗幾十年莊家合法賭場咁，每一條規矩起碼寫喺法規度，記得書，明白你知道自己死喺邊條規矩底下。但因為屍谷呢種地方，連你點死你都唔知，你連揼心咁資格都冇，你連自己感慨原因都摸不清。講到這裡，我要同你哋做一個大總結。賭場從嚟不係靠出千贏你，我哋靠咁。而你對數學咁無知，同埋法規入面合法屬於我哋咁特權，一步將你感血汗錢合法咁掠走，直夾棍前線物，10莊本限制部分抽水，呢啲全部寫喺法規入面，合法到你冇得申訴。你以為自己識拆牌識計數，你是由踏入賭場嗰一刻開始已經行入我哋設計好感慨絞肉機入面。你每個人都以為聰明感慨決定和劇都早已經被計算入我哋感期望值入面。我見過太多人帶住金山銀山入嚟，最後連張返鄉下錦船票都買唔起。我見過太多屋企因為一個人抌落賭桌咁一鋪清袋，幾代人咁心血一鋪清袋，一個家庭咁，未來可以喺一個晚上之內親手斷送。呢啲畫面我做咗幾十年，莊家又見過一次，直到我自己都覺得再可以由得呢種悲劇不斷發生重複。如果你認同我呢種一世莊家感慨智慧，如果你不想下一次踏入賭場嗰陣變成第二個45分鐘輸光500萬咁富豪，和你依家即刻我撳低訂閱幫掣俾個樣，呢個掣唔係俾我，係俾你自己一條保命符。你唔訂閱，你下一次上台就係你感嘆45分鐘，而你身邊不知有人可以喺事後同你講清講楚，你究竟死喺邊一條法規底下。下期我會繼續同你哋拆解百家樂同其他賭局入面一啲你聽都未聽過感慨奪命套路。記住我哋話，一世莊家感嘆警世名言，而官局唔入局，你先至永遠感嘆贏家。